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的三重埔日前发生着枪击案，因为前女朋友买来撤销着保护令，佮甲新交的男朋友安尼形相入对，形影不离，互这个相关是真抓狂，竟然去共开枪。 近距离共连开3枪，煞来开始来走路。因为用这个公共电话甲厝内底人联络，去互控着。警方伫个24小时内就抓着人咯。另外，佫有真惊险的代志，就是调情的这一男一女手术进前 PCR 验出是阳性确诊，好你家在上班的环境拢是阴性。 家己知影无路通走，敢若会当乖乖就范。这位穿黑衫的查甫人，就是在乎暗时三重埔枪击案的嫌犯。当来到案发现场，姓林的嫌犯伫遐等真久，只看到前女朋友和现任男朋友出现，随枪去头前，三个人伫顶仔骹冤家。想要到姓林的嫌犯，随摕手枪对两个人开枪。 小姐倒边脚头捂着枪，男朋友正边胸口嘛着枪，警察到场甲因送病院治疗。两个人伫手术头前验出 PCR 阳性，好佳在在场环境快筛了后拢阴性。不过双方到底有啥物冤仇？原来姓林的嫌犯敢若不完前女朋友申请保护令，要求退国无成功，加上前女朋友讲话甲呛声，搁和新欢出出入入。双方原本要谈判，不过姓林的嫌犯情绪失控，对两个人开3枪。伊犯案了后，随骑车离开现场，走去三重埔市的病院，揸一台客停车逃走。上尾也伫苗栗竹南，互警方抓到。他朋友也知道他有涉及枪击案件，所以不敢接近他，就是在便利商店的公用电话是要打给他的亲属了。那么这一开枪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吗？面对记者的问题，嫌犯完全无讲话，伫街路开枪挑战公权力，阁想要换衫逃走，上尾也要写爱面对刑责。 若过来这件是一个19岁少年家，去甲人做诈骗集团的车手，去甲被害人摕46万的现金。这警方成立着专案小组，找着嫌犯的徛家，去抓人的时阵，这个少年车手的爸爸真平静，一点仔拢无意外。原来前一暝后生已经甲认错，为着要互后生好好反省，这个老爸是带着警察弄入去房间抓人。 快出手啦！起来！这个少年咧倒伫眠床顶，还伫困，甲救精神的是因老爸，是讲边仔有真济警察，准备要带这个少年人登去派出所调查。爸爸，你知影恁囝是卡着什么案件无？我知。伊讲知影因后生犯什么罪，这个老爸对着环境上门要抓人，选择代义灭亲。这个少年人到底犯什么罪？以下涉及洗钱案件。 原来诈骗集团假冒检警打电话给被害人说监管现金，这名19岁男子担任车手，一夕之间就涉及诈欺罪嫌。诈骗集团先假刑事局的警官透过电话敲互这个69岁姓严的负责人，讲伊牵涉到洗钱案件，需要监管伊的口座的资金。双方搁交换赖，为了要得到这个负责人的信任，诈骗集团搁讲会甲伊斗调查，煞来搁请假这个检察官发一张监管单，伊交46万的现金，由这19岁少年人去摕。 你看伊呢，东边看过来，西边看过去，犯案的模样敢若有淡薄仔清楚。这个负责人甲警方报案，透过监视器画面，抓到这个少年人才19岁尔去做车手，也毋过瞒袂过因老爸。做老爸虽然心痛，也毋过嘛希望讲因后生被抓到了，会使好好反省，唔通搁做唔对代志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